咱過來看到中國的導航 App 高德地圖，會當顯示咱台灣街仔路的3D 影像，甚至是連這青紅燈、剩幾秒攏看會到，這就引起國安的風險。內政部長劉世鴻表示講，當咧評估敢要全面來禁用。司法部也強調講，這高德地圖確實是屬於危害國家交通安全的產品，禁止政府機關來使用。因啊，國防部長嘛已經下令，這國軍包含私人的手機啊，全部攏袂當用。左轉後進入最左側道路。AI 語音助理提醒路況，這是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的導航 App 高德地圖，這麼台灣也讓下載使用。但是，甲 Google 的地圖比，高德這個簡體字版會顯示車道軌條、道路標線，也閣無顯示塞車路段。前方路過學校，開慢點，看看有沒有小朋友在跟你打招呼。高德若是使用3D 視覺櫃景，會當看到台北101、台北大巨蛋等地標。也閣若是輸入總統府，伊會甲你導航去中國南京。佇這份高德也閣開放新的功能，青紅燈倒算計時，佇台灣一寡路段會顯示誤差只個2-3秒，互人擔心治安的問題。像這類地圖的軟體來講呢，其實大概功能都大同小異，所以當然這個基本上會有的治安風險也都差不多。擔心說，你今天來講，你去什麼地方，你的資訊會不會被外洩？那這個當然其實是這個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。高德地圖或者是相關的跟資安有疑慮的部分的話，我們會做風險評估。如果認為說對台灣的這個國安問題呢產生重大的影響的話，當然我們會加以禁絕。司法部講，依照交通安全管理法，高德算是危害國家交通安全的產品，政府機關攏禁止使用。高德使用的地圖資訊，一個互咱的廠商買青紅燈倒算功能，是用使用者大數據計算的，並無甲咱國的交通防治系統對戰。也毋過治安署也是做檢測，我們會請治安院這邊做一些相關的檢測。那我們預計在檢測完畢之後，在5月中旬我們會召開記者會來跟民眾報告。國防部長郭立雄講，會統領國軍全體禁止下載使用私人的手機也最近立管。司法部提醒講，根據中國的法規，中國政府有權利存取企業的資料，高德涉及定規、行動規定的內容，若是回傳登記中國的伺服器，會當予中國方面收集利用，民眾上好是莫使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